张同参来了解现场上新的情形，另外要提醒大家，今仔日方面山尾北平北部有可能会落大雨，特别是这2天落大雨，规路拢放起，台中石冈啊、正水溪溪上大雨，溪仔水一直涨起来，下到边仔的正水溪巷，引起道路规拢放落，地基嘛拢走起，规条路若亲像山坎，足危险。警察接到报案了后，赶来到现场抽封锁线，嘛通报相关的单位赶紧来修理，该在无人受伤。 路规的放气边仔，有溪仔水一直咧冲，路长一半，离下骹溪仔有几60公尺悬，足危险的。为内底看地基拢是空的，含光机嘛看现，实在真惊人。啊，看到看会惊咧啊！之前嘛有啦，啊，即马怎个发生安尼啦？边仔有几60块肉粽甲贴做伙，予水尾一直冲过来，予放气的面积变大。边仔有2台怪手，等咧要施工。很严重啦，叫车沙包来割，个水莫会继续过浪嘛，要出山的高接来吼，拢为遮出入吼，嘿，啊较无方便安尼。在乎中部地区就开始落大雨，台中石冈区到6月12号半暝12点，一天内落的雨有118毫米，予正水溪溪水涨起来，溪仔水一直冲伫边仔的正水溪巷，结果地基就予溪仔水流掉去。坍塌大概4、5公尺左右啊，车辆人员都无法通行，都没有受伤。 警方讲，因为落雨山区掉石头落下来，石冈今年已经发生第2届放气的意外，提醒民众出入一定爱细腻。区公所嘛讲会尽全力来修复，甲影响降到上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